今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6章16节到34节。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6章16节到34节。后来，阮去基督的所在，有一个女婢拄着阮，伊互卜卦的神上身，并是用卜卦互遐个主人大趁钱。伊对保罗甲阮叫讲，这人就是至关上帝的奴仆，用拯救的路来传互恁。因一日安尼行。保罗真厌烦，活转身，甲迄个神讲：“我托耶稣基督的名，命令对伊出去。”神即时出去。伊遐个主人看见趁钱的五梦已经失了，就掠保罗西拉，拖因入家市去见有司官，佮解送上司官讲：“这人是犹太人，大叫着咱的城。”传咱罗马人所无应该守、无应该行的规例，众人规群起来攻击因，就司官剥因的衫，命令用棍拍因，拍真济个就关因落监。凡有过假的严禁过守，过假的受这号命令，就关因落内定监，互因的骹伫查孔里。若是半暝，保罗西拉祈祷，吟诗学了上帝。关伫假年的人也注意伫听，忽然地大动，直到假的地基拢摇动，遮的门也连绵拢开，众人的身躯一阵乱。过假的人醒，看见家门开，拍算家乡拢已经逃走，就跪倒要家己抬。若是保罗大声叫讲，无得家己伤害，阮拢伫遮。过假的人叫人野火来跳入，袅袅带，拍伫保罗西拉的面前，带因出来讲：“先生啊，我着怎样做，才会得着救？”因讲：“着信主耶稣，你就得着救，以及你的家，将主的道理。”讲互因甲因家内拢总的人会听。伫迄暝，迄时过家的人带因去，洗因的伤，伊甲全家的人即时拢受洗礼，带因上伊的厝备办互因食，已经信上帝，就甲同家大欢喜。以上。这是咱要请本堂科牧师来讲道，伊的题目是满有喜乐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昨日拜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感谢你，互阮有即时，互阮会当自持伫你的面前，搁一摆来领受到你的恩典的话语，愿这话语成做阮的帮赞，求信心亲身来引带阮每一个人，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。各位兄弟平安。今仔日的经文有较长一点啊，咱嘛感谢慈惠长老拄则咧带咱读经的中间，毋知恁有一种感觉，搁一摆进入到保罗迄个时阵，迄个状况，敢若是徛伫边啊，还是参与伫内底迄个经文的中间，毋知恁有体会到也无？伫顶礼拜，咱已经有过偌济个礼拜，咱拢知主已经救我了，主耶稣已经救我，这是一个确实的代志。也毋过，我要问的是，你敢有看见？你敢有看到？也是你相信吗？你无看到，但是你相信吗？伫顶礼拜经文。耶稣甲多马讲：“迄个无看到就相信的人有福气啊！”那呢，你的心内应该是感觉真欢喜、快乐吗？我想，
那对耶稣多马讲迄句话讲，无看见就相信的人是有福气的时阵，那咧咱每一个人的心内，应该拢是真兴奋、真欢喜伫咧。的确，咱来欢喜，因为伫世界有侪人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活，了落咱来算，咱讲广义的基督徒，差不多有23亿的人口。占全球人口的1/3，得到性命的救赎，咱咧真欢喜，敢若欢喜安尼尔吗？无，咱搁爱欢喜的是，因为搁有2/3的人，因也毋是基督徒，因也毋是主的门徒，所以咱爱欢喜的是，咱搁有足大努力的空间，尤其伫咱台湾，基督徒的比例搁较低，咱搁较有发挥的即个空间伫咧。咱发挥的空间，就是咱去实践主耶稣予咱的大使命，就是要去传福音。也毋过伫传福音的中间，咱犹原会拄着侪问题甲困难。所以我邀请大家回想一下，当你咧传福音的时阵，你拄着什么状况，你会感觉足困难的，足受挫的，也是你看到有人愿意接受福音的时阵，你真欢喜跳跳。那呢，伫顶礼拜过偌济礼拜中间，这位多马，伊看见主耶稣徛伫伊的面头前，但是伊却无法度真正去相信，这个是救我的主。所以就讲，伊一定要亲身去摸着耶稣身躯顶迄个手的顶痕，迄个伤痕，伊才会当确认这个是救我的主上帝。我想，多马咧摸耶稣遮的伤痕的时阵，伊心中可能有足侪怀疑，嘛感觉真挫折。那呢，咱是毋是有时啊，咱会拢像多马共款呢？今仔日经文，保罗伊咧行四过咧传福音。保罗伊对无相信耶稣到迫害耶稣的门徒这段期间，一直到伊伫努力，互主光照了后，伊开始甲主三度宣扬主的福音的这个过程，一路上，伊嘛是拄着真多的状况、问题甲挑战，但是伊嘛有侪代志会当得到欢喜快乐的。那呢，咱来看保罗伊所面对的状况内面的困境到底有啥物？今仔经文搁较头前，伊讲保罗行到腓立比这个所在，伊继续去找有人组织的一个所在，坐落来甲富人来对谈，讲的是耶稣基督救活的这个信息。随了后，有一个富人人，伊愿意相信，而且接受洗礼，就互这个富人人留落来伫迄个所在。保罗留落来，毋是干那伫遐坐咧尔，伊阁继续要去找一个会当祈祷的所在，所以行伫路上，拄着一个咱今仔经文看的女婢。这个女婢是因为互贵妇身，伊用法术，互伊的主人会当得到极大的财宝，才看会到的财富，是这个主人顶面，伊看起来真要紧。但是保罗的出现，互这个女婢连续煞几落工，拢对伫保罗的身躯边咧讲，遮的人就是至高上帝的奴仆，用拯救的路传互恁。伫保罗的身躯边一直咧讲一句话，不断咧讲。经文的记载讲，保罗互这个女婢看甲伊心头真烦、真深。这是保罗伊所面对的一个困境，伊的心神互人搅了啊！伊无法度好好啊去传福音。所以当保罗活生鬼来讲，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吩咐你对伊的身躯顶出去，真正出去啊！这个女婢的主人所看见
伊要发财、要趁钱的即个源头无去啊，就将保罗甲伊的同工抓起来，讲保罗咧做遮个代志是咧搅了即个城内面的人，而且咧传因袂当做的遮个规矩，所以就将伊关伫监内面。这是保罗另外面对的一个困境，就是受到不实的攻击，直到受到陷害，关伫监内面。当保罗关伫监内面呢，伊阁发生一件代志，因为保罗用祈祷、唱诗歌咧学了上帝的时，地震动，所以监的门拍开，伊手顶面的遐个锁口拢嘛拍开啊！看过因的人煞惊吓，想讲所有人拢逃走去啊，所以要摕刀要自杀。保罗看见有人要伫伊的面前来自杀，这个时嘛是伊所面对的困境，就是要互人的性命得到保全，袂因为伊的缘故受到伤害。伫经文内面看到，保罗伊面对这三个挑战，但是伊嘛有面对顺境的所在。咱有缘为这三个来看，保罗或即个女婢一直搅了心头野心的时，伊是奉主的名，将搅了伊的状况交伫全能的主的手中，因为主的权柄，保罗就将即个鬼赶出来。这是保罗咧赶鬼的即个代志里面真顺利，嘛是会当欢喜的代志。第二项是保罗甲伊同工，互陷害关伫家的内面，因所做的一项代志，就是祈祷、唱诗歌、学了上帝。因为安尼，忽然间家的门拍开啊，手铐嘛拍开啊，所以保罗咧面对艰难的时刻，伊的身躯互限制伫监狱内面的时，伊犹原用祈祷咧找求上帝的帮助，伊用诗歌咧学了上帝。当顾家的人看见一切门手铐拢拍开，心内惊吓，想讲去啊！我会互我的长官抬头。我的前途乌有去啊！我一定难得死刑，所以伊就要自杀来结束家己的性命。保罗看见伊安尼要做的时，伊就大声喊讲：“你莫伤家己，阮拢伫即个所在。”这时看家的人，伊问了一个问题，伊讲：“阮要安怎做才会上得救？”其实伊的意思是讲，我要安怎做，才会互我的性命得到保存？保罗就甲伊讲：你着信主耶稣，你甲你的全家一定拢会得救。你爱信主耶稣，你甲你的全家拢一定会得救，而且将主的道理讲互因听，因就受洗礼。所以保罗用要主耶稣的救恩分享互因。互因的性命得到拯救，这是嘛是保罗所领受到的呼召，要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传互众人。这就是保罗伫腓立比所拄到的状况。那安尼，咱每一位兄弟姊妹，咱即马咱的生活中，咱的人生中，咱拄到的实况是啥物？咱的困境到底有啥物？对咱家己的角度来看，咱是毋是常常为着生活中大大细项的代志，还是工作顶面的事务，还是咱甲人的关系、家庭中间的关系咧烦恼、咧忧愁咧，直到你的心神不宁、情绪无好，常常感觉真野心。也是咱来徛伫信仰的角度，咱来看台湾这块土地，其实基督教伫台湾的宣教的历史内面，
咱游园有极大的空间通互发展，因为伫即个时刻，咱要面对其他宗教的问题。伫过去即2礼拜，咱讨论市就好，因为足侪庙市的活动所发出的声音，搅了交通的无方便。看到遮个问题，其实我是咧想，我敢若无法度做啥物，我敢若感觉足沮丧的。这是咱所面对环境内面属灵的一个问题伫咧，也是讲咱即马所面对的，是侪偶像，所以咱感觉遮个人，咱会无较紧来信主耶稣咧。伫台湾最近即2年，咱台湾社会议题不断地出现的是迄个不公义的现象。对3月份，咱就知影有一个太阳花的学运，伊讲的是服贸的议题。即礼拜有林义雄先生伫义工教会为着合适咧禁食的遮个代志，其实遮个代志，敢是咱表面看的尔吗？咱来关心的是全台湾人民生存的一个议题，是一个社会公义的议题，所以咱就应该来思考，咱要安怎来回应。太阳花学运伊的内面，伊甲咱讲，袂当缺席的一堂课。那呢，咱来想，咱要伫即个课程内面，咱所要学习的是啥物？咱每一个人是毋是爱亲像一拍灯火来照着台湾即块土地？亲像因所摆出来，因一支蜡烛一支蜡烛，将台湾点到，互上帝公义会当显现呢？也是咱爱伫核能发电即件代志顶面，咱来思考，咱有需要还是无需要，等等遮个问题。敢若咱表面上所看的尔吗？其实难免烦恼，因为伫遮个问题内面，咱游园会当看到迄个顺境、迄个好的一面。因为当咱的生活环境对家己造成无好的影响的时，咱就爱感谢上帝，想出互咱学习的机会，互咱会当倚靠上帝，亲近耶稣，互信心带咱每一个人来经过遮困难的时刻，咱会当靠着主耶稣赢过一切挑战甲引诱。当咱感觉四围拢是偶像庙事的时阵，咱爱感谢上帝，互咱有机会、有空间，会当用祈祷、学乐去为上帝来征战。当咱看到台湾的社会、政治、经济等等的遮各方面，拢感觉是一个困境的时阵，确实互咱会当将主耶稣的信息，用互遮咧面对困境的人，也是家庭，也是社会，会当互因听见，而且接受救恩，互因的性命会当得到救赎。伫顶个伫4月份4月初，总会接待日本小羊宿营来咱台湾的一个活动。这个囡仔是伫3年前福岛核灾了后，因住伫限制居住的区域内面。因一天，刚才才出去外口半点钟活动尔，而且外口的迄个辐射侦测器若响的时阵，因就要随入来。所以，这个囡仔因无法度出去伫外口，甲因的土地、甲因的环境做一寡互动。所以总会就招待因来到台湾，互因来亲近水，伫酸水的中间，因感觉足欢喜的。伫草坡仔顶面，因嘛酸甲真欢喜。这个囡仔因为核能电厂的爆炸，造成核能灾害。因无法度伫因的生活中真自由，特别是下骹即张相片，因会当真自由的伫因的环境，伫咱的环境内面来
骑脚踏车来做运动，这拢是伊过去这段期间因无法度做的代志。这个囡仔我特别有感受，看起来敢若无啥，伊伫海边咧行，但是这个囡仔有2年的时间，伊毋捌行出去外口。所以当迄天伫海边，伊咧踏迄个沙坡，踏伫沙顶面的时阵，伊是慢慢啊咧行，伊咧感受到即个土地。那安尼，咱来看，咱会当互人得到性命救赎，真正是咱会当做的代志。那安尼，保罗伫今仔经文，咱搁一解来了解。伊所要带出来，互咱看到的是啥物？咱来为保罗的背景来看。保罗伊原本叫做扫罗，出生伫罗马政府罗马的大树城。伊家己一直强调，伊是一个血统纯正一个犹太人，伊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。保罗伊是一个真热心的法利赛人，圣经伊真正熟，伊对基督教嘛犹原真敬虔，伊遵守着律法，就是因为伊安尼敬虔，所以当伊听到有人讲耶稣是弥赛亚，是上帝囝的时阵，伊就感觉这个人是对上帝不敬，所以就开始迫害基督徒去掠遐个人，这对伊来讲，伫迄个时阵，伊的心就是安尼。直到伊前往大马士革要掠基督徒伫路上拄着主的时阵，伊对基督徒的看法才有开始转变，因为更较少，伊知影讲无共款啊，主亲身进入到伊的心内。伊知影，迄个是一个国外的主，这是伊的一个转变。对安尼了后，伊就开始毋但是认定主耶稣是伊的救主，而且佫真热心为主咧传福音。所以伊的行动就是，伊是一个布道者，伊一面记着咧做制造帐篷。做伊的生活，一方面咧传道，伊去逐所在去传扬福音，建立教会，训练门徒，牧养教会。伫即个过程中间，保罗伊经历了侪辛苦、夭饿，互人鞭拍，互人关，但是伊拢无放弃，伊一面传福音，一面建立教会的即个心志。对伊写过13封批信内面，伊不时咧甲伊的遮个信徒讲，爱坚固因的信仰，而且伊犹原咧继续往外邦人咧传福音。那转来到咱今仔的经文，会看见保罗伊遮个行动是对主的倚靠甲全然的相信。伊对迄个鬼讲：“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吩咐你对伊的身躯出来。”伫家内面，伊用祈祷甲诗歌咧侮辱上帝。当家的人要自杀的时，伊讲：“你着信主耶稣基督，你甲你的全家一定会得救。”这是保罗伫伊的生活中真实咧传扬伊所经历的。这就是保罗伊所传扬的信息，就是主耶稣是国外的主。那呢，耶稣爱咱回应的，耶稣的心意。就是安怎呢？耶稣是敢爱咱，拢住伫咱教会的围墙内面，家己学了上帝，敬拜上帝，甲别人分出来，也是讲主耶稣爱咱，进入到俗世的内面，伫现今的社会来活出主耶稣的样式吗？今仔日，我想侪人，侪教会，拢有侪活动。其实嘛有侪事务，互咱真无用，却会忽略着咱要去传福音即个要紧的使命。咱就是爱互人
得到福音的一个好消息。耶稣讲，咱的传福音直到世界的末日。这个末日毋是讲到上尾一天咱再来传就好，这个意思是爱咱，这个时阵咱就爱来做。咱爱知影讲，这个世代、这个时间，甲咱每一个人拢是有关系的。所以咱传福音，毋通讲我等我什么时阵再来做，爱讲我即时就要来做，这是真要紧的。那呢，咱的行动到底有啥物？伫过偌济前，咱教会有通宵祈祷会。伫祈祷会内面，咱为着家己的罪认罪悔改，嘛为着教会，为着桃园的地区、台湾这个土地、国家来祈祷。咱嘛爱确认，咱伫遮生活遮台湾社会顶面的一个议题的看法，咱爱去收集侪资料的来源，咱才有法度判断，咱才有法度了解。搁较重要的是，咱爱伫咱的生活中落实圣经的教导，毋通断章取义。这就是咱爱做的行动。伫今仔的经文上尾讲，因为信上帝，大家拢真欢喜快乐。伫华语内面讲，因信了上帝就很喜乐。各位兄弟姊妹，恁信上帝，恁有真喜乐啊无？无论过去你的信仰也是如何，咱爱对咱的心来开始。我邀请恁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你会当先回顾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伫你的一生的中间，你所经历的代志，伫困境、伫顺境的时，你爱去看到迄个恩典的分，要去看见那个恩典的痕迹。那呢，当你看到迄个恩典了后，你会当搁一摆邀请主耶稣进入到你的心内，互伊成做你生命唯一的主。那呢，你一切所有的烦恼、忧伤、亚神，拢因为你的心尊主最大，会当得到讨放。主耶稣会当成做你一生的祝福。所以对你的心内面，搁一摆去看到迄个恩典，邀请主耶稣进入到你的心内。当耶稣进入到你的心内，你嘛确定了，我相信你的心已经改变了。无搁掠家己做中心，你的凡事掠上帝做头。迄时你的眼光就无共款啊！你会渐渐来开阔，你所看见的代志，不再是负面、困难。我相信你会徛伫无共款的高度来看见上帝伫每一件代志顶面的心意。你嘛会当领受到上帝迄个美好的恩典。开阔你的眼界，你就当看到上帝的心意。那呢，我想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欢喜快乐的愿望，因为咱经验到上帝迄个真实的恩典，伫你的生活中，就会当不断去感受到上帝保护甲同在。所以，咱对未来就无再叫有惊吓，咱有愿望，咱心中会充满着喜乐。因为你的心中充满喜乐，伫你的生活的形态，你所展现出来，就会当互别人去受到感染，对家己、对别人，拢会成做极大的祝福。咱要安怎有喜乐？对咱的心开始，来改变你的眼光，上尾伫你的生活中来实践，互每一个人拢会当成做喜乐的人，将上帝恩典甲人来分享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听伫阮的中间。保罗咧传扬福音的时，犹原拄着侪困难，但是伊拢倚靠上帝，掠上帝做头。为着传福音的迄缘故，伊受着侮辱、鞭挞，
拄着艰苦困境，伊拢无惊吓，因为伊心中都是有主耶稣基督的同在。愿主帮助阮，伫阮的信仰生活，伫阮的日常生活，伫阮的工作、阮的家庭，阮拢会当掠主最大，互阮每一天都会当过着喜乐的生活。愿主看顾，我们将阮家己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互阮每一个人拢成做传扬福音的使者。这是我们用主祷文来回应上帝你的听。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因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赦免过阮的人。无伫带阮入去死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，因为权能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